今日咧，我哋嚟到白雲路呢個白雲樓啊。白雲樓咧就曾經係魯迅住過嘅地方。其實好多人拍過魯迅故居，咁但係點解魯迅會有個故居喺度咧？咁好多人都唔知嘅。亦都好多人冇講過。咁我喺度簡單介紹下點解魯迅有個故居喺度啊。魯迅咧就因為曾經喺中山大學任教過嘅，任職呢個教務處嘅主任同埋呢個文學系嘅主任。當年咧佢喺中山大學嘅時候，咁當年嘅中山大學就唔係喺新港西嘅，而係喺呢個白雲樓1公里唔夠嘅中山圖書館。而家嘅中山圖書館咧，其實以前係中山大學嘅舊址嚟嘅。咁魯迅作為一個浙江紹興人啊，點解會嚟到呢個廣東省嘅中山大學教書咧？呢度裏邊咧有個典故嘅。大家都知道魯迅，我哋睇書咧，佢嘅生平咧，其實最早咧就喺北平嘅女子師範學校裏邊任教。咁亦都係佢當年認識許廣平嘅一個地方嚇。發生一件事，318事件之後咧，魯迅亦都俾呢個北洋軍閥去追捕啊。當年咧，佢第一個避難嘅地方咧，就係逃到去廈門嘅。點解逃到廈門咧？因為當年廈門大學嘅校長林語堂咧，向佢發出咗邀請，請佢去呢個廈門大學咧就任教授，亦都係教中文啦，教中文系。所以咧就佢當年就同埋許廣平一齊逃去廈門大學。逃去廈門大學之後咧，林語堂咧亦都邀請佢一個喺文學界嘅死對頭亦都係胡適嘅弟子顧浙江，亦都係去咗。顧浙江咧，簡單介紹下，係一個著名嘅歷史學家同埋一個民族學家亦都係中國嘅其中一個國學大師。當年佢亦都係受林語堂嘅邀請咧去咗廈門大學。咁點解魯迅會同胡適現代評論派呢班人有過節咧？因為呢個顧浙江同埋呢個陳掾亦都係現代評論派嘅其中一位著名學者。顧浙江同埋呢個陳掾咧，曾經喺當年就登報揭發咗魯迅嘅一本著名小說叫做《中國小說史略》咧，話佢呢本小說嘅內容咧抄襲一個日本學者嘅一啲內容。以魯迅嘅性格咧，梗係非常之憤怒啦連續寫咗幾篇文章去同呢班咁嘅現代評論派嘅學者咧係混馬馬戰嘅。因此咧，魯迅就同胡適徐志摩跟住仲有顧浙江陳掾呢班咁嘅現代派嘅學者咧就結下咗深仇大恨啦。所以咧，當年林語堂咧請咗顧浙江到咗廈門大學之後咧，魯迅咧亦都唔做啦，辭職就去到中山大學，亦都係受朱家驊嘅邀請嚟到中山大學做任教，做呢個教務處主任。但係咧，朱家驊係一個當年民國政府嘅教育部部長，佢作為一個教育家同埋一個政治人物咧，佢對呢個人才嘅賞識都非常之着重嘅。當年一個國學大師傅斯年大家都應該都聽過呢個名㗎啦。31歲佢喺英國留學翻嚟之後咧，就一到香港，朱家驊就手寫聘書請佢嚟中文大學做教授。call 撈嘢啦！魯迅一聽到呢個人過嚟因為佢同胡適之有關嘅所有嘅一啲學者咧，都係一個死對頭嚟嘅。一聽到佢過嚟咧，即刻就喺嗰個中山大學裏邊嘅宿舍就搬出嚟啦。搬咗嚟呢度白雲路7號嘅2樓就係呢個位置佢最早住嘅咧，其實應該就喺嗰個呢家嘅中山圖書館，即係以前嘅中山大學裏邊嘅魯迅紀念館嗰個位置住嘅後來佢搬咗出嚟。搬出嚟咧，其實都係暫時避一避嗰啲同佢針鋒相對嘅一啲學者。所以就搬咗嚟呢度嘅2樓一個單位度住。當年許廣平咧，亦都係住喺呢一邊嘅一啲女生宿舍裏邊嘅。其實佢1927年1月搬到過嚟呢度之後，住咗3個月，大概係1927年4月度咧，佢就喺中山大學辭職啦。辭咗職之後咧，就都喺呢個宿舍裏邊咧，都住咗大概係住多咗2個月嘅。7月到9月左右咧，咁佢就同許廣平咧就一齊去到上海啦，就公開咗佢同許廣平嘅同居生活啦。其實咧佢同許廣平咧就冇結婚嘅，但係有個仔許廣平好多視頻好多拍過啦，就係我哋喺高第街許地嘅一啲後人。許廣平嘅祖父咧曾經係浙江嘅巡撫嚟嘅，亦都係慈禧太后嘅一個左右手啦所以許氏家族咧其實好出名啦。我哋有時候平時掃到 TVB 嘅著名演員許紹雄亦都係許家嘅後人。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高第街嘅許地睇睇。許氏家族咧係當年就叫做廣東番禺人，其實係番禺郡。
咁嚴格嚟講就應該係廣州人。魯迅先生佢原名叫周樹人啊，呢個喺佢嘅一生裏邊咧，對呢個革命做咗好多好事。至於佢同其他學者嘅一啲爭拗咧，亦都作為一種野史去聽聽嚇。其實就唔係話因為俾人追捕啊點，或者係因為佢同胡適嘅嗰個派系嘅現代評論派嘅一啲主要成員咧有一啲過節，當年咧就唔好話打交㗎嘛，全部都登報紙㗎啦嚇。我睇你唔妥啊，登報紙啊，你點解話我啲嘢係偷竊嘅？其實我係自己寫嘅咁樣。咁呢啲個咧就無從考究啦。咁但係咧，我哋作為一個廣州嘅一個歷史嚇，魯迅先生曾經因為喺中山大學做過中文系嘅主任，教過書，而居住過嘅地方作為一種歷史嘅遺址，讓我哋後人咧可以去知道點解魯迅會喺廣州有個故居喺度OK，咁我哋下一集咧就去睇睇第二個人嘅故居我諗我認第二，冇人敢認第一吧。